迎收睇廣東麻雀頻道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。今日呢期大家不容錯過，5鋪大馬奉上，跳牌跳咗個關鍵3索。仲差張嘅呼叫。叫個最理想嘅戶，500萬我勢在必得。正張即食，可以繼續掂啊！中22個，第2鋪。嚟個偏張3索叫戶，就單調9索，正路到不得了啊！中9個，第3鋪連住上一鋪嘅，差啲天戶添，咁就叫25萬，仲有500筒。咁升級 top 牌，咁靚嘅戶，點都要飛個紅中加倍啦！搏一搏單車變摩托，翻倍之後每加22分，第4鋪。碰個3索先。睇嚟大家啲牌都好一般喎。依家就4人抬轎，最理想嘅情況就係入個7索，然後叫3、4萬嘅戶，咁就有啲搞心態咯喎。依家叫戶執翻嗰2個100萬返嚟都自摸咗啦。等我嚟滿足上家。哦呵，單調9索自摸咗。下家嘅9索打得好及時，依家吊詭，搞定嚕，中10個，最後一鋪都係連住上一鋪嘅。我想執翻個9筒啊！上家你繼續咯，我唔伸手住咯。
碰嘅話就叫胡，唔得，未叫胡我就要降。哇，好彩降咗，如果唔係蝕咗呢3分啊！唔叫對碰啦，叫個染筒。輪到下家暗降7萬。我同下家嘅降牌都係上家啲卡窿嚟嘅，上家好慘啊！4萬打遲一步都要放降啊！原來4筒係碰得出㗎。揀啱咗，中10個。